阮满心感谢到你，互恁早起的时会当来敬拜你。愿新的一年的开始，阮陪伴阮的心，专心来敬拜。愿你听阮的祈祷，愿上帝你信心领教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透过伫礼拜，无论吟诗、唱歌、读上帝话、听无私的分享，拢有真好的领受。祝阮同心祈祷伫你面前，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求，阿门。我举头看山，我的帮助对叨位来？我的帮助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伊袂互你跋倒，你的保护者袂拄眠，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眠，嘛袂困去。这是请咱大家起立来吟诗，学乐上帝，
圣诗第250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源，请起立。请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阮的阿爸爸上帝，伫即个新正年头的主日早起，阮众百姓聚集伫你的殿院，阮要用感谢入你的门，用俄乐入你的院。阮要感谢俄乐你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你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实到万世代。阮恳求你即时临在伫阮的会中，听阮对心底所发出的祈祷。希望2025年是一个充满挑战甲变化的一年。愿你有缘保守带领阮，每一日拢牵条伫你。愿耶和华行伫阮的头前，你要甲阮同在。无论阮拄着什么款恶担当的事，你无要放下阮，也袂离开阮。阮要勇敢向前行，无你惊吓。无论政治环境安怎混乱，经济挑战安怎大，阮深信一切拢伫上帝的手。阮也无需要累积，阮深知凡事到头来，拢是要互信靠主上帝的人得到利益。我要为着伫台湾逐角落保护台湾的志工来祈祷，求主你保守因身体勇壮，扶持因为着台湾未来打拼，袂失落勇气。愿地上和平成就伫你所欢喜的人的中间。我们为教会的正会友、同工、牧者来祈祷。我也要为教会所有事业体、全体同工来祈祷。愿主你坚固阮所做的工，祝福阮事业体所做的社会福利事工，会通做美好的见证。归荣光伫上帝，互更较侪人因为安尼来认捌主上帝的救恩。愿阮所做一切，
将荣光归予上帝。我也要为了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来祈祷，愿阮每一个家庭拢成做敬虔服侍主的家庭，尊耶和华最大，永远袂离开上帝。当阮正人失去方向的时，愿上主你赐了及时的异象，互阮跑走天路，有满满的信心甲正确的方向。求主你伫即时赏赐阮正人属灵的画面甲智慧，互阮正人搁一摆承接双灵教会创设100几年的计划甲意向，无论是老还是细，拢通活出上主的样式，坚定决心，跟对主基督的脚脚来行。我们为着双连礼拜堂的重建来祈祷，阮知这是一项困难的事工，总是阮只有随时准备，心存谦卑，用阮的心志来成就。深信在南为话，伫上帝凡事拢会的工程。阮要为着管道平原的开发来祈祷，愿你祝福保守双连幼儿园。伫开发过程中，成就更较大的事工，互双连教会扩大教育的规模的意向，有一日会当成就。阮伫三子甲新庄的老人事工是一项困难又伟大的工程，愿主你特别保守、祝福参与的同工，因的心灵拢得到勇行。阮所照顾的每一个长辈，不但身体健康、心灵平安，更有机会来领受上主所赏赐新的画面。愿阮教会所有机构新年蒙福，有新的意向，凡事顺服上主的计划，将一切荣耀归于上帝。阮也要用主所教示的祈祷，三甲祈祷讲。阮今日的愿你的名是，你的国荣耀，你的旨意成，伫地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阮，赦免阮的过犯，尽阮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咱入去，也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也来无尽。阿门。多谢咱做来启用启文第4篇，诗篇第1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论到地上上的百姓。用别个神替换耶和华的，伊献殿迄个祭，我无要献。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分业。所留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要学了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我常常敬服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
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伫阴间。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咱这时要做邀请妇女合唱团来赞美，因要吟的诗是：我要唱歌来学乐主。这是请咱来共读上帝的话。今早起的圣经是伫但以理书第1章第1节到17节。犹大王约雅敬继位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围攻耶路撒冷，主将约雅敬甲上帝圣殿内面一部分的器具交伫伊的手。尼布甲尼撒将俘虏带去巴比伦的神庙，互遐个器具，甲遐个器具烧入去神庙的库房。尼布甲尼撒王命令太监总管阿西比那对以色列王室甲贵族的子孙选一寡少年人，因着身躯健全英俊，
博学、有智慧、通达事理，通来王宫侍候。阿西比那甲因教巴比伦的言语甲文学，王阁吩咐将宫内的食米甲酒，逐日照分量互因食。安尼，甲因栽培3年久，互因期满了后，会当侍奉王。这个青年中间有犹太支族的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撒利甲阿撒利亚。太监总管甲因号新的名，甲但以理号做伯特沙撒，哈拿尼亚号做沙德勒，米撒利号做米撒，阿撒利亚号做阿伯尼哥。但以理决心无食王宫的食米甲酒，才免食这的物件，甲家己拍垃圾。因就请求太监总管允准，无互因拍垃圾家己。上帝互但以理得到太监总管的怜悯甲好款待。太监总管对但以理讲：我惊我的主，我的王，因已经指定恁着食这食米。万一伊看到你比其他的少年人较消散歹看，你会害我互王斩头。但以理对太监总管派来的监护伊哈拿尼亚、米撒利、阿撒利亚的人讲：请互你的仆人10日的时间，阮即几个敢若食菜啉水。10日后，请你将阮的面容甲遐个食王宫食米的少年人的面容来比较，然后照你的观察决定要安怎甲阮处理。监护的人就允准互因试10日。10日后，因4个人比其他食王宫食米的少年人更较健康好看。监护的人就无搁互因食王宫的食米甲酒，就互因食青菜。上帝互这4个少年人伫文学甲学问方面真有才能甲学识，搁互但以理会晓明白各种异象甲民望。以上今早起的信息是培英德牧师要所讲的有但以理的心志。大家平安，新年恭喜！毋知你过一年了后有较勇，还是大考，还是较漂泊，较少年吼？咱做伙来同心祈祷。听阮的特别上帝主，阮满心感谢着你，互阮伫新的一冬会开始做伙来敬拜。主，阮来到你圣殿，恳求你拍开阮属灵的耳孔甲目睭。互阮会当领受上帝话，伫新的一冬内面有新的愿望，有上帝来新的意象，互阮会当领受上帝气力来行头前的路程。主，阮感谢学到你无煞，阿门。今日要分享是有但以理的心志。新的一冬内底，你毋知有新的心志无？对咱的这教会来讲，也是社会来讲，咱最近拢强调世代传承，青少年真重要。咱来看这世代，甲咱以前的世代无共款。咱看即马有 AI 人造智慧对无？这无共款哦。以前我伫读册的时候，有这 personal computer， 就是电脑 PC 开始啊。我甲发现我电脑真好用，过来换有手机啊。即摆有啥 AI 对无？AI 有好用无 ？AI 会当写歌，会使写歌词，会当写啥，拢会当做。画图嘛会使，
哇，这真好用。但是呢，这嘛是对咱青少年来讲，这是真大的挑战。咱对着世界价值观，对着真理的判断，可能这是面临一个真大挑战。比如来讲，人造智慧中间有这 DeepSeek 是中国做的呢。啊，你去看伊的资料，台湾是民主独立的国家吗？甲去查 ChatGPT 得到的答案可能无同款哦。但是咱都知影，这人造智慧 AI， 你若灌入愈侪资料是我讲啊，我主导的，伊出来的资料就是提供者，愈侪提供者互伊，伊就提供你，这是即摆的潮流所讲的代志。所以，咱来使用 ChatGPT， 使用这人造智慧，爱有智慧呢，毋通拢信的，内底资料。讲甲非常有道理，但是有的是黑白讲的。那有一天，所有的资料内底拢是耶稣是真好的老师，伊毋是救世主。可能少年仔讲哦，这耶稣可能是一个真好的老师，尔定，毋是救主，毋是上帝囝，嘛有可能啊。所以这人造智慧 AI， 咱伫使用时，可能是反转咱过去所想象的。但是按真谨慎来使用以外，其实咱青少年嘛真大挑战啊！伊即马用这 AI 会当写功课、做作业、做真侪代志，但是呢，无形的中间有一毋是真理的价值观，藏伫因的心内呢。今日咱讲，咱这世代真正需要有单一的心智的人。这单一的心智人，就是面对世界引诱的这少年人，拒绝这世界价值观。咱拄啊，苏迪罗在谈经文中间，伊讲王啊，互这命令讲啊，恁这群人吼，食的、穿的、用的啊，你所食的酒啊、食米啊，王提供的应该上介好啊，对无？但是伊这三个人甲单一讲，无，我无要食。王宫所有的物件，为什么？王宫的物件有可能是安那？这酒拜过偶像的，食米中间有猪肉，对犹太人来讲，这是欠算无清气的食米啊，袂使，这甲信仰有关系啊。所以因拒绝王所准备的这食米。这总管啊，来讲啊，袂使，啊，那你出现问题，我斩头呢。但是吼，因无得惊。伊就你互我试看卖，你互我试看卖。面对世界引诱，这青少年其实有真正偏差的想法，是这媒体来、网络来的。但是要有真理，因才会当拒绝这世界引诱，尤其是宗教信仰顶头。咱看到伫巴比伦哦，巴比伦攻打耶路撒冷以色列了后，将这少年人拢掠去巴比伦，真做因的找用。这四个人看起来敢若真好哦，这是其实因就是奴隶啦，互王来使用的奴隶尔定。虽然是讲文字作文的啊做服侍王，但是什么拢会晓呢？会晓因的历史、地理。真侪智慧会当爱因去学习，尤其是文理、语言爱定心学习。这巴比伦的语言，伊爱对头开始学这语言，甚至当这外邦巴比伦人画但以理名是嘛，毋是用的本名。但以理本来的名意思是上帝是我的审判者。改名了后，伊讲比列保护伊的性命。比列保护伊的性命是什么意思？比列是这巴比伦神明上大神迄位呢？所以因改名了，甚至伫信仰价值观中受到挑战。别人叫你的名，甲过去上帝透过伊的父母甲伊号名的意思拢无共款。但是呢，因非常勇敢，面对这世界挑战，
虽然是落呢，但是强调因的信仰，多多敬拜上帝。这食物我无要食，你互我青菜、水，安尼就好啊。这是真好的信仰的宣告，嘛是真大挑战。咱的这个世代青少年有真侪引诱的所在啊！以前咧看册是看这小说，还是看这无好的物件，还是看这色情的物件是一本啊细本啊偷偷看，即马每一项手机啊拢会看会到。这对少年人来讲，这是真大引诱啊！价值观无共款，有吃就好，会当享受就好，这是真正的挑战。但是呢，这四个人因下决心坚持伊的信仰，但是坚持了真大考验啊！你若看规个但以理书中间，第一章记载伊甲伊三个朋友拒绝王所准备的好款待食物，但是呢，第三章有记载，就是但以理伊的朋友面临的挑战，就是王下一道命令，就是爱拜伊所采的金像啊！但是这三个朋友拢无爱，拒绝这王所采这金像，讲你拜你的神，我甲我无关系。若是我后悔小事，我嘛甘愿。第六章论到但以理照着平常的习惯，一天祈祷3遍，门拍开，往耶路撒冷祈祷上帝。但是呢，王讲，那往别的神来发布一个命令，讲往别的神来祈求的，就要放在西坑内底。但是因拢唔惊，因虽然有真大挑战、真大试炼，但是犹原徛在伫信仰。我时常爱鼓励咱的真做长辈、爸母、阿公阿嬷的。唔知你的囝儿、你的师婿、青少年拄到信仰困难时，你是有坚持信仰吗？还是讲无要紧？这时代无共，这就是一合理化，无照真理的合理化来度过就好啊。礼拜爱做礼拜无？无要紧啊，考试无要紧啊，要联考啊，要考大学无要紧，即马无去无要紧，上帝赦免。你有讲过即款的话无？无要紧啦，上帝体谅啦，即马足危急的时间好我准备考试就好。那但你迄个时代伊面临战头诶，头壳剁掉呢。你也唔爱讲上帝拢知影你的辛苦，上帝知影你困难，无要紧啦，这非常时期你好好读册就好啊嘛。应该毋是吧？咱的信仰应该毋是安尼吧？我看到咱这世代，甲但以理的世代共款有无共款挑战？拜偶像的挑战，祈祷的挑战，祈祷其他神明，这是咱的文化无共款的。咱拢拜，咱教会内底是敬拜上帝，拜耶稣。咱的民间信仰是拜其他神明啊，有真大冲突的所在啊。但以理若无拜。下伫这西仔溪内面，但是呢，我们看到因经验到上帝保守啊，但咱的青少年真侪考验啊。头一个考验可能是互这东坡中间起笑你信上帝吼礼拜为啥袂当来做伙佚佗的？你是牧师的囝吼？牧师应该无囝啊。你是讲阮爸是神父咧，神父哪有囝？拢起笑礼拜你祈祷多足奇怪。讲做歹代志就求主赦免，拢无代志。输我食，输我穿，输我欠钱免还，拢会互笑对无？这是青少年有诶挑战。你好好读册时讲，你是基督徒野手。老师问你一寡问题，基督教历史基督教教会嘛做真侪无好诶代志。这是真大的挑战啊！过来，升学主义啊！每一年考大学了后，大家都开始讲要考倒一间学校考校。即摆考大学无真简单啊！
过去真困难，但是即摆赶快有升学主义的这样捆绑。有一个老师吼，伫学校做心理辅导，伊时常足艰苦，伊听到学生互老师骂，互爸母骂啊，你也袂晓读册，你也考试拢考无好，伊就感觉我家己无价值，无人听，无需要活着即个世间。这辅导老师伫辅导这10档的中间，时常听到囡仔心灵内底破碎的声音啊！伊讲我就是袂晓读册啊，我啥拢袂晓，我对不起我的老爸老母咧。会晓读册袂晓读册，甲恁老爸老母有啥关系？应该是你的老爸老母害的啊 ，DNA 无好啊，敢毋是咧？为什么因的心内底想法是讲我对不起我的老爸老母？因为错误的价值观啊！这辅导老师真伤心啊！伫学校时常听到老师咧骂，转去讲互爸母骂袂晓读册。其实会晓读册，甲袂晓读册，甲你来教会嘛无关系啊。但是每一届我看到迄数字啊，第一届考试每一个有一寡人就无来教会，礼拜嘛无小组。考大学的高三的时，迄群人都无去啊。我心内底真艰苦啊！咱的信仰的价值观，敢有超过这世俗价值观？你讲拢无要紧，我讲你的囝儿、你的孙，你甲讲拢无要紧，以后就对，这信仰是残酷尔。伊就无都经验到上帝稳定甲同在，但以你因下决心，拒绝这世俗，拒绝这无好的信仰。是无着生命危险呢，但是咱这个世代因真济无共款的价值观来吞噬咱的青少年，尤其是基督徒青少年。伫教会，咱的价值观应该甲外口无共款。外口的是金钱的价值观，物质享受的价值观。伫物质要你读什么学校，你读什么科系？这 AI 较趁钱，电机较趁钱，什么较趁钱的尽量去读。你有问过上帝无？你这囝，你这孙，上帝要怎样来使用伊的性命？你问过创造伊的主宰无？毋是讲咱就看到这会当趁钱的尽量去读。那上帝要呼召伊做牧师，还是做医生？还是做律师，你就照上帝意思甲心意，毋是照着咱家己意思。即摆生阿姨去读的人愈来愈少啊，想要去做牧师，牧师就忝的，对不对？牧师无好做，牧师车体嘛无关。卖，若恁囝恁孙甲你讲我要做牧师，好好考虑啦。你要读电机尽量去无要紧啊！这是扭曲的价值观。要怎样读册？照着是上帝意思去讨好读册。要怎样行人生的方向？应该是上帝来引带带领。但是咱的社会，互咱青少年真侪压力啊！你读倒一间学校？你读到什么科系？迄个科系无效啦，迄个科系无出头啦。若是上帝要使用伊读这个科系，真做上帝所使用的萝卜，你就爱照上帝意思。第四项，台湾民间宗教甲文化冲击甲压力，最近开讲对无？这个公司咪放炮啊，伫遐拜偶像对无？就是安尼啊。你公司上班人讲这公司老板交代，大家拢爱拜，你爱拜无？家庭中间，我昨嘛甲这个青少年在沟通，有一个人来到教会，感觉这信仰袂歹，但是爸母反对啊，要怎处理？
这是真大的挑战。伫学校中间要考大学，要考高中，这学校拢会宣布讲明仔载咱的学校家长会咱学校准备要去庙内底拜拜，互恁调顶你要交这资料出去无？要缀因去无？咱信主耶稣的人，咱坚持咱的信仰甲价值观啊！我鼓励咱的教会这些家长讲，因去拜因的，恁囝嘛啦，留伫班上家己读册啊！你去庙内底是因的代志，甲咱无关系啊！青少年有真侪冲击，社会价值观错误的冲击，地教因有真侪考验。但是咧，咱看到但以理甲伊的朋友，伊讲若王啊，我无拜这偶像，无拜你财金像，你嘛若我相信上帝拯救我。若上帝若无拯救我，我嘛无拜你所财的神明。哇，这是真重要宣告。若是上帝无拯救我，我嘛无拜你所财的这金像的。这是真勇敢的表现呢。有当时咱讲主要说你定保守我嘛无代志，但是你顺服上帝旨意，照上帝话去做，有当时有真大挑战啊。但以理甲的朋友有挑战无？但以理好像等去山溪内底，伊的朋友互这火烈火伫遐烧，油的火伫遐烧到足旺的呢。当因王讲这代志了后，王足生气呢，加倍7倍，这火更较旺、更较大，敢烧呢。若是你继续坚持你的信仰，你这我都去领受经验到上帝同在。那你停落来，你忍耐，你唔敢头前去行，你都无都经验到上帝稳定甲生涯技术啊！咱时常教示咱的青少年讲，你要信耶稣，为什么伊要信耶稣？伊看你所做的代志，就表现出无信耶稣的款式啊！伊为什么要信耶稣？对你信耶稣？咱做家长长辈的人，咱的性命爱有一个好的模范，唔通拍败这世界势力，甲这偶像的崇拜，这是无形的哦，无一定是有形的哦。有形的形体袂当去庙拜，大家拢嘛知。但是无形的偶像的崇拜，才是真最咱的挑战。你若忍呢？你若讲这无要紧啦，恁头家就讲这缀人拜无要紧啦，无你的代志，敢是安尼处理嘛？你无去拜吼，公司的人看紧你啦，大家对你无好啦，头家甲你点名做记号，以后要升官都无可能。是缀人拜无要紧啦，是安尼吗？有真侪人伊就祈祷主啊，我就无爱参与这拜拜中间，求你互我有智慧，怎样甲头家来讲？但是有人就经验到上帝同在啊，虽然无去拜。但是伊公司的表现真好啊！你看王巴比伦王甲其他的人都看到这四个人是怎样在款待，是奴隶呢？阮请这奴隶呢？但是呢，上帝甲这四个人同在，互因不断伫7年中间经验到上帝稳定，所以咱的信仰是会当经验的。为什么有一寡青少年无经验到上帝临在？是咱的唔对，咱甲主动啊！咱照咱家己意思去理解无要紧，拢会使，无要紧。社会拢安尼无要紧，咱基督徒咯嘛，安尼嘛无要紧。所以我都经验到上帝同在。你也知影，但以理甲朋友是生甲死两条路尔。你也讲但以理无要紧啦，你真头脑真好啦，才华真好啊！上帝阁互你文士，无要紧啦，王讲啥你就听伊的就好啊！你偶像罔拜啦，你就心内底无得拜，彼一个意思就好啊！
是不是安尼？应该不是吧？咱若安尼帮咱教示咱的囝儿，可能伊无法度经验着但以理甲伊三个朋友，怎样伫上帝同在中间得到保守？咱最近讲到野球的职业野球的比赛，中间有一个这选手叫周思齐兄弟吼，伊是一个原住民。伊对花莲吼，伫遐读册高中校队吼，诚做一个真出名的这野球的选手。你也知影，有一段时间吼，中华职棒有一个人讲黑暗时期啊，黑暗的时期啊，安怎？就是有迄跋筊的、跋歹筊的啊，春的黑道的掌管这球团啊，因吼拍球的时讲，超过讲你超过你拍输啦，安尼我互你一笔钱啊。黑头车吼开到恁兜头前，请你来坐一个，车顶有100万现金。边仔有庆记，你要食倒一款？是你咧，伊是一个原住民啊，对花莲过来原住民啊，职业的选手啊，基督徒啊，咱讲对咱信仰来讲，应该是爱拒绝这个物件吧？黑道甲恐吓100万，也是你的性命，也是讲引起旅馆拍野球的这选手吼，住伫旅馆旅社中间吼，这黑道就派这个美女啊，走去甲交代啊，因拢爱拒绝的，基督徒爱拒绝，其他人无一定啊。伫迄个时代，黑暗的时期，伊讲，我靠，伊的信仰行过这黑暗时期。伫拍球的中间，当然大家看，我这无接到，伊的球队的朋友讲，你是不是把互这黑道收买去啊？你互黑死去啊？大家咧想讲，你是不是有问题啊？无问题，变做互人怀疑有问题。对于信仰的路程来讲，伊就是坚持的信仰。我接受这黑道来使用，真做一个荣光上帝基督徒。所以伊退休的时候，2天8万人参加伊退休的这个比赛，大家拢去看。但是伊伫球队中间，不只是真好拍球，伊是真做这无信耶稣的人的好的见证。伊坚持啊！你要生还是要死？你要坚持，还是活伫上帝旨意中间？第三，上帝是历史真正的主导者。在咱读经文第1节到第3节中间讲，犹大王啊，约雅敬王第3年的中间，巴比伦王攻打耶路撒冷，围城，这是出自什么人的意思？你讲巴比伦真强啊，所以一定拍赢这以色列啊？无是上帝稳准的，上帝互这人受掠，上帝互这圣的物件互这巴比伦人摕去的，是上帝稳准因经一寡这青少年真做因的努力啊，掠去巴比伦的所在，这上帝稳准啊。你也看但以理书第2章21节嘛同款啊，讲色列王、废王拢是上帝在主导，所以你莫看这间公司真好，迄个国家真强，迄个势力偌强的，咱袂当来甲抵抗。你也知影，历史的主宰是咱的上帝，唔通只有惊，唔通惊迄看会到的关系。爱行迄看袂到背后的上帝，咱爱敬畏看袂到的上帝，毋是行遐迄看会到的势力。不管某一个国家偌尼强，拢是伫上帝掌握的中间。巴比伦王国
对因来讲，这帝国是上介强的世界强，伫迄个年代。但是上帝犹原掌权伫迄个世代。咱帮助咱教示咱的囝儿，咱的施舍，咱青少年，世界转变，世界趋势是上帝的掌权，毋是只有看新闻啊，毋是只有看你目睭所看到，却是忽略着上帝旨意、上帝领导、上帝背后迄个稳定甲疼痛。但是但以理知影，历史的主宰是上帝。伊经历真济王啊，每一代王拢真厉害，但是拢过去，只有上帝永远存在。第四点，上帝保护守事稳定，互这青少年有好稳定，互遐有地位啊。上帝互这四个青少年精通各种的文献、学问啊，佮守事但以理有解释异象甲异望的即款的才能啊。会当解释异象甲异望，那是毋是学着会晓呢？这是上帝互伊的工具啊，互伊文书，互伊稳定啊。无面对王，甚至要抬头啊，你要解释？王所望到的望，因无法度解释啊。其他宗教的这神明嘛无法度解释啊。只有上帝知影未来是怎样，未来是什么意思？你去看但历史中间有真济讲到末世，讲到迄个年代每一个王国，上帝怎样看待这王国？但是呢，上帝要保守守事每一个全心军队伊敬拜伊的人。咱来训练咱的青少年，咱的后一代，就是爱全心军队上帝。上帝自然保守照顾。第3章第25节，其实王就看到讲，你要来拜个金像吼，我就把你拔起来，放火甲你烧。伫这烧中间，焰火烧甲这烧甲非常的厉害，但是这王看到个那但以理伊的3个朋友迄伫这火窑的中间，烧甲非常厉害，哪有第4个人伫遐？迄个人看起来敢若像就是神诶。这是什么意思？这表示敢若伫火烧中间可能是天灾啊！伫火烧中间保守但以理伊3个朋友啊，火烧甲真旺，但是伊人拢无代志。王非常生气，规把火放火干烧，烧袂死。上帝差派天灾来保守帮助这3个人。但是王看到4个人，惊到要死。无论这权势偌尼大，无这王国偌尼厉害，但是拢伫上帝掌权。咱来帮助咱青少年教示因、引传因，敢见证上帝是唯一主。你军队上帝，上帝保守，守护你官兵，守护你文书。第5项。咱来专心来装备下一代的但以理。箴言第3章第5节到第7节，安尼讲，你要专心仰望上主，唔通挖靠家己聪明。无论做什么代志，都要以上主的旨意做重点。伊就会指示你行正路，唔通自作聪明，就要敬畏上主，决绝做遐歹。我相信咱在训练一辈人，是要仰望上主。无挖靠家己的聪明才调，无论做什么代志，以上帝旨意最第一好的，敬畏主，行正路，决绝做歹。我相信但以理甲伊的朋友就是安尼。咱来训练咱的后一代有但以理的心智，要怎样训练？头一项，要建立因甲帮助因建立甲上帝亲密的关系。你甲上帝关系有好无？有无？咱拢无咧讲话，可能关系就歹对无？咱甲咱的孙靠话头讲，还是甲囝
可能大部分拢孙啦吼，孙要沟通的时拢哦笑眯眯，咱拢笑嗨嗨，囝拢是爱管。我甲你讲，你袂使安尼，大部分拢是安尼啦。但是咱甲上帝关系吼有好无？哇，关系爱好啊，时常交配啊。透过甲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咱甲上帝嘛有美好的关系啊。但是呢，这关系哦，平常时就爱建立就好啊。我有一届经验，旧年吼圣诞节，阮的大专的学生要办一个圣诞活动。即摆大专生拢真巧，头脑真好，讲话真有才调。伫开会嘛，大家开会讲啊，圣诞节要怎样办呢？庆祝主耶稣生日。啊，有人就讲安尼，有人讲安尼，每一个人拢讲啊真有道理。要开始准备冤家啊，要听什么人的？我就该提醒讲哦，啊，你毋是逐礼拜伫遐 RPG 礼拜无 play group， 就是因吼大专生时常做伙伫遐祈祷。一礼拜一遍，大家组织伫遐祈祷，3个人一组啊，4个人一组嘛，拢会使。我讲啊，恁逐礼拜祈祷，啊拄着代志，你袂祈求上帝心意吗？你若无祈祷，祈求上帝心意，因讲对吼。啊，咱即时做伙来祈祷，开会中间哦，做伙祈祷，主啊，求你启示，求你帮咱。啊，这圣诞节是庆祝耶稣你的生日，也不是我的啊。啊，要怎样做？啊，开始有人祈祷，就领受讲，我看到树啊，我看到青翠的草坡，我看到安怎。啊，有人讲哦，安尼可能是某一间学校，迄间学校就是你所讲的描写安尼，所以阮就去迄边所在聚会，耶华礼拜庆祝主耶稣生日，啊，无一定伫教会礼拜堂内底啊，敢袂使？会使啊。但是本来讨论开会开到20几分、30几分都无结论啊，祈祷5分钟就解决。大家平常时就甲主耶稣、甲上帝有建立美好关系，祈祷的是大家就领受共款对上帝来意向，所做上帝就成就啊。我去啊，哦，真正迄天惊到天气虽然寒冷，拢无落雨，什么人掌握天气？咱就特别上帝。伫遐聚会，大家拢足欢喜，活动嘛办甲足好诶，哇，大家足欢喜诶。但是若无祈祷，因若无做伙祈祷，因若平常时甲上帝无关系，可能伊无法度经验到上帝恩典。第二项，互因找到生命中间的属灵的导师啊！咱每一个人拢需要别人帮衬啊！什么人是真做咱生命中间属灵的导师？我就愿望咱的在座每一个长辈，拢真做咱青少年生命中间的导师啊，的老师啊。但是咱先改变咱家己啊，互伊有通学习的所在。拄仔我讲迄个故事吼，这周思齐这兄弟吼，伊讲吼，伊本来伫花莲读册，啊到伫这高雄高万工商伫读册。伊个球队吼，国中是10几个尔，球队10几个，国中差不多野球10几个尔。伊讲到伫高雄高万工商读册时吼，煞惊到伊个球队野球队有偌济队员，你知影？400几个，分做3队 ，A、B、C 3队啊。伊讲伊带去的时吼，嘛无啥会晓拍，啊，大家拢足厉害，伊个朋友，伊个同学。马上走去 A 队，啊，伊就是 C 队，C 队在创啥？你知哦？帮 A 队做代志，落雨天，场所等去油头卡去水啦。啊，伊讲啊，我来这是要创啥？做事情兄弟，伊就是讲，我来这创啥？我到底要继续拍这个野球吗？啊！我人生安尼就无，我无转去花莲好啊！啊，花莲转去嘛，毋知要创啥。伊训练真做一个拍球的人，嘛毋知要创啥。啊，就祈祷。你知影对高万工商到这市区吼，因学校真远啦，咱去过拢知，伫迄市区真远。啊，因要去市区吼，啊无钱嘛，啊因就砸车。啊砸车砸着什么人的车？通常是毋是歹人的车，就是无输的车啦。通常迄种歹人会停，敢无输
团队会听尔，伊就揸到迄牧师的车，牧师团队就甲因照顾，带去教会。对伊细汉的印象就是安怎？教会真好啊，有通好食啊，有通好佚佗啊。原住民嘛，拢都对细汉都会去教会，伊就就牧师带伊去教会。苏菲鲁牧师就引带伊信仰中间起造伊的信仰。好多挑战来的时候，嘛是上帝通电话祈祷。少年的时拍球无顺利，对4队第3队上无效的，直直做伙读经祈祷，互伊信心。牧师提起伊一项代志，讲人生上介重要是影响力，是看重上帝将家己放在这场中间，迄积分。若伫球场顶头看重家己价值，超过伊计数。但太在意这计数，就失去价值追求。爱努力才做有价值的人。这真重要。球员你用偌济钱甲拼？那是计数，你的生命的态度，你怎有在拍球？是你的积分，是你的价值，不是计数。别人会当用钱甲你买，但是袂当买你的信用，嘛袂当买你的品格。牧师甲因帮助，互伊的生命改变，就专心我靠上帝，后来对4队叫做 A 队。加做伫职业的选手，到伊退休，所以这当伊拄到这乌道来挑战时，伊这因为生命中间有这牧师间斗骹手帮忙啊，所以这重要。咱在栽培咱后一代，爱互伊正确真理的教示啊。我拄仔讲的迄个苏牧师，就是平常时就是甲这拍球的选手做伙。开讲，用上帝话来教因教示圣经的道理、故事，甲因分享，帮助因。所以这做师兄弟，就不断透过安尼训练真理的教导，互伊养成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一个生命甲态度。学倒来伊毋惊，伊讲我轻调上帝心意啊。第4项，咱组织属灵的好。同伴来彼此来激励，咱教会青少年有小组，咱组织这好的属灵的同伴帮助伊。因为遐外口无信耶稣的价值观，甲教会是差真济。咱爱帮助伊信仰的起造，互伊感觉无孤单，感觉有一群人愿意跑走属灵敬拜上帝道路。但以理第2章17、19、19节，其实因。咱看但以理毋是家己一个人伊拄着问题时，伊就甲伊的同伴做伙组织祈祷上帝，王讲伊的代志这代志无处理好，抬头要安处理，伊就招伊的朋友做伙向天顶的上帝来祈祷，求伊怜悯，求伊启示啊。果然迄天暗时但以理伫异象中间得到启示，为着安尼。俄罗天顶的上帝，咱仰望，咱的后一代有这款的组织无？你教会就是有这款的组织，属灵同伴做伙去做伙，做伙人家，做伙祈祷，做伙看圣经，做伙来服侍。但以理迄年代，伊嘛是同款啊。咱帮助咱下一代组织这好的属灵同伴，互因建立。甲上帝、甲基督徒美好的关系，组织这好的同伴，你看第2章49节，但以理甲王讲要求我即马做上界悬的地位总管我这个朋友咧，你嘛爱邀请伊甲我做伙同工，互相牵绳呢，这上帝同伴互相牵绳，互相斗骹手呢。毋是只有顾家己呢，我仰望咱的后一代有这款但以理的心志，不只敬拜上帝，也牵绳其他好的基督徒，互因的生命会当来影响这世代。我相信这世代有需要更较好敬拜上帝这款但以理。新的时代，
伫咱的社会，伫咱的国家，诚做真好水的工来荣光上帝。第五项，咱会诚做青少年非常坚强的属灵的盾牌啊！我讲一个故事哦，上稍微讲一个故事。这是 Acer 宏基的董事长，嘛是执行长吼。伊讲吼，这个人真特别哦，伊捌伫 Intel 上班。Intel 吼，伊是这亚太地区的总裁哦，全世界的副总裁。伊后来换到这 Acer 这个公司上班。你知影 Acer 迄当阵公司有好无？无啥好啊，即摆 Acer 袂歹对无？股票嘛最好对无？伊拄到即间公司吼，欠200亿，一来一去哦，200亿哦。上帝透过伊的手改变即间公司哦。但是伊信耶稣又了解一点，我过去所做一切，我即马了解，是上帝拣选我，上帝甲我同在，互我有才调，互我有恩赐。伊信耶稣了，马上无几个月就甲圣经讲看了。真认真啊！一天几遍 RPG 你知影？甲同事一遍，甲太太一遍，甲后生一遍，甲查某囝一遍，甲教会的朋友各一遍。一天至少做伙祈祷3遍。伊就发现讲，祈祷无共款，读圣经无共款。但是我讲伊讲一句话真重要，伊讲吼，我对这世代青年学习新的科技、新的物件，但是我咱诚做伊的帮助伊坚持好的价值观、好的信仰、好的品格、好的方法。你知影即摆世代吼，你的孙拢比你较厉害对无？手机也袂晓用，你问啥？问恁孙啊，问恁囝啊。新的时代甲咱无共款，会晓用 AI 的人举手，有咧用 ChatGPT 的举手，无几个吧？我有咧用啊，我知影啊。写功课真方便啊，写档嘛当写讲图片呢，你毋知？但是我无用咧写啦。这个物件真好用，你讲伊对少年人学习这科技的物件，这真好。但是我会诚做伊的帮助，信用、品格、中间来帮助伊。上首要介绍大家读一本册，这本册足久的，叫《但以理读册法》。《但以理读册法》这本册吼是足久以前出的一本册，这韩国作者吼，伊讲吼，我想问啦，大家吼，你后生查某囝在读册时，你创啥？看电视。开讲还是运动？你知影？这本册作者伊讲吼，我伫读册时吼，我的父母伫祈祷敬拜上帝，流目屎伫祈祷虔诚祈祷，毋是咧看电视哦。咱咧想讲读册是咱的孙、咱的囝的代志，我去读册，我来去享受一下，我来放轻松一下。伊的父母毋是啊，因伫读册。因在祈祷、读圣经，这是真好的模范啊！伊讲吼，我逐摆你想要做这歹代志的时候，突然间就跳出一把图，就是我老爸老母伫遐拍摄祈祷的图片，伊就毋敢去做这歹代志。我相信，咱来栽培咱的后一代有但以理的心志，调整咱每一个人。搁较侪亲近上帝，因的学习；搁较侪读圣经、祈祷，因的学习，互咱的后一代拢诚做但以理，咱做伙来同心祈祷。听我的特别上帝祝福感谢你，伫新的一年开始，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有世代传承，互阮的后一代青少年会当grund底主耶稣基督。互因有但以理的心志，互因有主耶稣的听，有真理，有上帝话伫因的生命内底。互阮这长辈诚做因属灵的这盾牌，
帮助因来起造美好的教会。伫这世代真最光，真最严，求你保守，求你施恩祝福伫这中间。祝愿同心祈祷，乃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求，阿门。咱做伙来吟诗乐乐上帝圣诗第488首，透早起也好静，请起立来吟。咱继续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
起立做来祈祷。上帝，阮感谢你一年久的照顾，愿你保守阮未来新的一年，阮正能立志做一个熬奉献、熬读圣经、熬祈祷，甲上主有亲密关系的蒙福信徒。愿即是专心、专人、专信奉献伫你的面前，求主甘纳。你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是来报告社会时间今年的会员合会，这是2024年定期会员合会，定伫2月16，可是后礼拜日。第3场礼拜后，第16礼拜堂来举办请在职会员爱踊跃出席。在职陪参会员若有啥物不可抗力的缘故，请一定要来请假，互咱会当顺利来成会。后礼拜的主日的礼拜。4场拢照常所以大家去参加礼拜煞了，再来参加会员合会。这边合会无过寄批通知，咱有请各分区、牧区等等的小家长来通知所有的会员。合会中间要选派。2025年度教会经常会的检讨委员，咱在职陪参会员的名单有广告伫10楼的公报栏，咱会当去看，若有啥物问题来向小会议长也是小会书记来提出。今年度3月7日。112年周年野外礼拜，要来去马街洋园所以请到后礼拜日进前会当来报名这个内面详细内容，咱会当扫这个 QR code， 也是看周报第4来了解迄个详细情形。本会会友王丹玲英姊妹伫2月7日安歇主怀，请下祭关心代祷。王丹玲英姊妹是丹南乡长老娘的表姊妹。本会会友丁家姊妹的老爸丁志发先生伫2月7日过身。定伫2月12日，本礼拜3上午9月50日，怀爱馆景永路第1楼来举行公祭，请下这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今日有吴茂忠讲义所的专题演讲，主题是当 AI 比人类更较有人性甲人味的时，讲员是卫理新人院院长魏连玉牧师。地点伫这个所在，所以礼拜刷了，请咱方便刷的
领餐来到礼拜堂来用简餐。12点半开始有就法节目去开始进行，演讲对1点开始到2点半，可能有 Q&A 的迄个活动。今日咱伫简餐是到12点20以前爱领出，若过时有可能干事就将遐午餐摕去卖掉。上代会招生，咱的长辈愈来愈多吼，我嘛早就拢变做上代啊，只不过无时间上参加尔。安尼记忆力、体力拢哪来哪退化，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上代终身学习的行列。课程真多元。咱的招生真踊跃所以请大家赶紧来报名参与这个真好的活动这是要请咱大家做来看一段影片。您的退休生活一成不变吗？没有人陪你聊天，每天只能在家看电视，记忆力和体力越来越退化吗？松年大学是针对55岁以上身心健康的银发族所开办的乐龄学习课程，目前已开办30多年，课程内容多元丰富有趣，动静皆宜，有书法班、音乐课、英文、日文、水彩、素描、国画、陶笛及中日歌谣、肌耐力训练等课程，其中书法及绘画课程还会定期展览。另外，每周4大河班的演讲时间，都是邀请医师分享医学保健常识及各界社会贤达分享社会新知。在学期中，也都会举办校外教学来亲近大自然。我叫苏淑敏，我来这个学校，这里环境很好。我从退休到现在，我已经9字头了，可以说念了20几年。现在是博学定班，最大的收获是交了好多朋友，觉得我在这里真的很快乐。我的名字叫邱秀凤，今年来松大已经3年多了。我觉得在这里学的很多，成长也很多，老师教学也很认真，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我最喜欢陶笛、素描，还有歌唱，所以每天来的课程我都很喜欢。我来这边也将近11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对于我们这种退休白发的人真的是一种知识的一种解放。我呢进入松年大学，在他们精心设计的一些课程我选择了头脑体操，我选择了绘画，我学了1年的素描，学了3年的水彩，4年到5年的国画。因为画画让我看见了用我的手笔画出的世界，也让我自己的世界呢产生了彩色的光芒。我鼓励大家能够参与这个美妙的课程，让我们后面的就是我们的后半生能够更丰富、更美妙。快来加入松年大学终身学习的行列，成为一个充满健康、喜乐的银发贵族吧！松年大学欢迎你，欢迎大家来参加好，咱这是代表教会来欢迎来宾，有一对是妈妈甲囝高淑玲跟李阳，伫倒位？欢迎，真侪小等的礼拜三时咱会去这个贵宾室咱的教会兄弟姊妹甲你介绍教会。这是咱来起立来迎煞尾诗。514首。
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疼叹、圣神的引带带领，甲咱众兄弟姊妹同在，直到万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拜倒谢阮强受车恳。